刷到呢條視頻嘅姊妹們真係賺到啦！今日係2026年1月7號，美白祛斑霜福利最後一日嚇，你哋千祈唔好錯過咯喎！依家係活動價69.9，到手一瓶30克嘅美白祛斑霜，再送你一支120克嘅洗面奶，再送你呢一盒5片嘅發光面膜啊！嗱，只要你個皮膚係黃嘅、黑嘅，有痘印、有各種斑斑點點，都適合用呢一款美白祛斑霜。用上去非常簡單，就咁樣按壓出嚟就得噶啦。嗱，一般我哋女人生斑喺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嘅話呢，就撳多少少出嚟，嗱，就咁樣一摸二摸3吸收，早晚用下。呢款美白祛斑霜係保濕滋潤養膚型嘅，美白有斑去斑，冇斑去幫你美白去黑暗黃，可以做到祛斑功效噶。嗱，依家燈光下咁樣，見到嘛？係咪白白淨淨？堅持用就有效果嚇。早晚抹，晚黑用咗呢支洗面奶，有嗰啲山羊奶或者爽膚水水乳嘅話，就用咗先，再用呢瓶祛斑霜就得噶啦。冇嘅話呢，你就直接用呢個祛斑霜，喺有斑嘅位置摸多少少嚇。呢款祛斑霜你哋問我得唔得㗎？有冇效㗎？你睇下，持精上降，見到嘛？有國家醫藥品監督局備案持精上降㗎。持精上降嘅產品係值得信賴㗎，有呢個持精上降嘅產品係值得信賴㗎，有效真實有效，先有呢張持精上降㗎，姊妹們嚇，你哋唔好再問得唔得㗎嚇，只要你個皮膚係黃嘅、黑嘅、暗沉嘅、冇白嚇，有各種斑斑點點嘅，趁今日嚇7號活動，仲有活動送你一支洗面奶，送你一盒發光面膜，69.9到手3樣嘢啊！千祈唔好錯過啦，錯過今日嘅話呢，花同樣個價錢，只能夠就能買到呢一瓶祛斑霜，日後就冇呢個洗面奶、發光面膜送俾你噶啦。今日係搞年終福利，快啲去拍啊！過年前用咗